囡仔安全继续要来关心台中一间国小，一个导师护士大讲啊，明知影这个囡仔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佮叫囡仔走运动场，害这个囡仔歹喘气，上尾脑欠酸素变做食物林，将其尾这个士大甲监察院检举单迄校校长，校校讲这件代志去年5月台中地检署已经无起诉，今年佮再互高等检察署退回，校会继续含士大交换意见，卖配合调查。 行路行到真袂知，查甫囡仔伫运动场走2年了后，身体真明显出问题，想袂到转去教室了后，过无1分钟就死昏昏去，尾也因为大脑欠酸素欠伤久，变作食物林。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：老师你在哪里？老师你在哪里？如果他没有照护的能力，那为什么还要去执行这个动作？我小孩有心脏病，他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的不在意。 家长指控学校明明知影囡仔身体有问题，却无尽到监督甲预防的责任，也是互伊去走运动场。看卖查甫囡仔诊断书顶会写讲，因为正凭心室的发育无安全，有心脏病等等的问题，袂当做强度伤强的运动。家长佫讲，早伫代志发生的前几个月，查甫囡仔嘛有捌昏倒过，迄人阵就已经互诊断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。我对学校，我对老师是如此的信任。 结果到最后，我的儿子活着只剩痛苦，他没有未来。学校回应讲，家长提出告诉了后，去年5月台中地检署决定无要起诉，今年佫一届互高等检察署拍转来。学校讲会佫继续甲家长讲配合调查，卖尽全力来协助囡仔刷落来医疗甲生活开销。那在5年级的时候，家长跟老师的交代是说，他不希望小孩子都不运动。 希望能够适度的运动，这个在我们的不起诉说明书里面也都有相关的市政的陈述。他按事发之后，几乎每天没有办法睡觉，他也是蛮自责的。这个事件到底是意外，还是学校无好好监督造成的疏忽？恐惊就要等到监察院的调查出来才会当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搁再来关心过去国军阿兵哥的号码，拢互人警体讲是双失败。尤其是外口咧落大雨，啊那内底热甲流汗嘛伫咧滴水，即嘛总算会当换新衫。因为陆军司令部今年7月换互志愿役阿兵哥新型的所谓兵仔衫的号码，或者官兵会当穿甲搁较舒适，功能性嘛搁较侪款，会当变做塑胶篷布伫咧内底过暝。 风台造成灾情，救灾时阵定拢会当看到阿兵哥。毋过你敢有注意到阿兵哥穿的号码，甲普通的敢若无啥共？陆军伫7月底换新的号码，花草为本来的草仔色改做所谓迷彩，布料的部分嘛改用冻水通风布，改善过去内底外口拢会淡气的缺点。常常在穿旧式雨衣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都会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是雨水渗进去呢，还是自己的汗水。 原本内部的透气也是2级，现在内部的透气也到达4级。像我现在穿的呢，就是国军最新型的数位迷彩大衣式的雨衣，它的透气度比较好之外呢，它的防水性也大幅提升。 水倒落去，水干那流伫表面，甲旧型的比，真正是天差咧地。新型的号码拢总有3种，分作军官、士官穿的大衣型的号码，塑腰为较会冷气的钮仔改做会当卡条的。另外，阁有互阿兵哥活动较方便的，一领爱1622的2领式的号码，衫机的两边有夹裤，方便阁通风。另外，后壁的陆军反光标识嘛会当收起来。执行救灾的时候，必须要反光识别。 我们可以将陆军从我们的收纳袋拉出来，红叫做小飞夹的2用式的号码，2领号码甲텐开，溜啊溜起来，佫会当用来搭布棚。第一个可以当做雨衣来穿着，第二个在野战在符合我们作战需求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做一个急躁式的一个帐篷，它可以防雨防风。 国军新型的号码设计真特别，上重要的是穿起来爱舒适，才会当互阿兵哥更有战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